Hello，各位同學大家好，咁啊繼續嚟到我哋嘅2025年 DSE 數學科 MC 解卷第17條嘅位置啦。咁啊又係佢啦，你預咗咧每年嘅 MC 卷裏邊都總會有一條新嘅題目咧，係關於呢啲三個人面積比例嘅問題㗎嚇，預咗會有㗎啦。好啦，咁呢一條都唔例外嘅，難度都幾高嘅。嗱，略略講一講條題目先嚇。嗱，因為你係應該係做完條數過嚟對答案㗎嘛，先睇呢段片㗎嘛。咁所以咧，你應該對嗰條題目咧有個初步嘅印象㗎啦。嗰啲點咧我就唔全部 mark 晒落去，費事個圖太花啦，同埋即係費事嘥大家時間，因為你本身已經知條題目問緊乜嘢，同埋個 setting 大概係點㗎啦嘛。咁所以長話短説啦，簡單介紹下啫，就係有個平行四邊形喺度。然之後咧，喺其中一條邊嘅一個位咧，延一條延線出去，同埋呢條邊長嘅延線咧，最後會相交於呢個位，形成咗一個嘅小三角形咧喺呢一度。題目係有講嘅，呢個小三角形嘅面積係16嚟嘅，叫我哋揾翻呢一個四邊形嘅面積出嚟。問號打住喺呢一個位四邊形嘅面積。咁當然唔會咁樣貿貿然叫你計啦，咩資料都冇點計咧，佢會係俾咗一啲邊長嘅比例我哋嘅。包括就係呢兩條邊嘅比例咧係2:1，呢兩條邊嘅比例咧係1:3，呢兩條邊嘅比例咧係2:3，咁啊資料就齊晒喺度噶啦嚇，咁所以咧個情況就係咁樣。點樣可以計到呢個四邊形嘅面積咧？冇辦法直接可以計到噶，因為四邊形喺呢個圖裏邊冇同任何嘢相似，亦都唔係嗰啲咩三角形同高唔同底嗰啲啊嘛，所以我哋係一定要將佢界開噶。如果唔係咧，攞住塊四邊形係做唔到嘢噶。好啦。第一件事咁樣界開先，呢一個位咁樣咧平行於邊長地咧延條線上去先。嗱，點解要咁樣延條線上去咧？咁係因為如果我咁樣延一條平行於邊長嘅線上去嘅話，呢兩個三角形就會相似噶啦。點解？因為佢作為平行四邊形，本身側邊呢兩條邊就係平行噶啦。咁如果我呢條虛線都係平行於側邊呢兩條邊長嘅話，咁即係呢條都平行啦。咁就會導致到內錯角呢隻角會等於呢隻角，然後唔使講啦，對頂角呢度又有兩隻角會相等啦。咁所以最後啦，呢兩個三角形就係相似。點解我會揾相似三角形，即係咁在意個相似三角形咧？因為其實做呢啲嗰個三角形面積比例嘅問題咧，你得兩招可以用㗎咋。一係就用相似三角形去做。咁相似三角形嘅特性咧，就係邊長比嘅 square 等於面積比啊嘛。一係你就要揾啲三角形咧係同高但係唔同底嘅去做，不外乎呢兩招㗎咋。OK，所以我哋點都要揾啲相似三角形出嚟咧，先至做到嘢嘅。OK，好啦，另一個位置咧就係要提大家嘅嗱，我呢啲2:1啊、1:3呢啲咧嗱，當然冇 mark 錯啦。咁但係咧唔係咁建議咁樣 mark，因為咧搞下搞下陣間你可能會唔小心咧當咗呢啲2同3係真正嗰個長度去做數㗎，即係試過好多次見到有同學咧 mark 低2:3。嗰下佢知道㗎，佢當下知道係個比例嚟㗎咋，唔係真正個長度2cm、3cm 㗎。咁但係計下數嘅時候咧，可能會迷咗啊，唔記得咗呢樣嘢，即係真係當咗佢2cm 咁樣做咧，就會錯啦。咁所以比較建議咧，我哋咁樣做，呢度咪2:1㗎嘛，我哋叫佢做2個 K 同埋1個 K，然後呢一度3:1嘅，我哋可以叫佢做1個 H 同埋3個 H，然後2:3啊嘛。即係話佢係2個 G 同埋3個 G，全部將佢哋加個常數 GHK 呢啲未知數落去咧，就變成咗佢哋真係一個長度啦。你就真係可以攞佢哋嚟做數啦。好啦，嗱，咁而家咧，我哋要玩一個推理題啊。究竟1個 H 等於幾多個 K 咧？佢哋兩者係有關聯嘅，因為 H 同 K 咧呢兩條邊對面咧，其實係屬於平行四邊形嘅對邊嚟嘅。平行四邊形嘅對邊咧係會相等嘅噃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知道其實3個 K 呢度夾埋3個 K 啊，會等於呢度4個 H。咁所以1個 H 就會等於翻4/3咁多個 K。啊，倒轉咗，唔好意思，應該係3/4嘅。OK，好，好就會係3/4咁多個 K。點解我要無啦啦做呢樣嘢啊？因為我想咁樣做，將呢個 K 將呢個 H 平推過嚟呢一個部分，呢一度其實咪就係 H 咯，呢一條邊平推過嚟叫做 H。好啦，咁呢條邊其實咪就係2K 減 H 咯。咁但係2K 減 H 減唔埋㗎，所以我咪要知道 H 同 K 嗰個轉換係1個 H 等於幾多個 K 咯。將 H 等於3/4K 代翻入去，就會係
減3/4就會係5/4咁多個 K。所以呢條邊原來就係5/4K 嚟嘅。好啦，你諗下，呢兩個三角形係相似嘅，佢哋嘅對應邊就係呢條邊對應住呢條邊，所以一個 K 對應住呢度5/4咁多個 K，從而我哋就計到呢一個三角形嘅面積㗎啦。我當呢個三角形嘅面積叫做 x， 咁我哋就會有 x 同16係嗰個面積嘅比，會等於翻呢一個叫做5/4K 呢條邊除翻個 K 嘅 square。好啦，撳機嘅就係呢啲全部唔使自己做㗎嚇，個 K 弱走咗㗎啦。咁即係話根本就係5/4嘅 square 乘16啫嘛。撳機咯，5/4嘅 square 再乘16，計到係25。所以呢度咧，呢個 x 我哋首先計到係25先。好，咁即係答案一定大過25㗎啦。咁但係嗱，冇得憑住呢一樣嘢偷雞啦，因為佢4個答案咧都係多過25嘅。咁可能題目都預咗我哋會計呢個先啦嚇，所以佢特登 set 到嗰4個答案咧，全部都係大過25嘅。咁我哋要再繼續做先知答案啦。好啦，跟住再睇呢一度，喺呢度界多另一條線出嚟。好啦，我當呢一個嗱由兩條虛線形成嘅三角形咧，呢一個部分叫做 y。y 我哋都計到嘅喎，因為你望住 y 同埋呢個25咧，左右兩個三角形咧，其實佢哋嘅高係一樣㗎。如果你當呢條同呢條做底嘅話咧，佢哋嘅最高點都係呢一個點啊嘛，所以佢哋係處於一個同高但係唔同底嘅狀態。佢哋底嘅比例就係2K 比 h， 咁但係2K 同 h 梗係比例唔到啦，將 h 咧變翻做3/4K 先，所以咧就會係 y 比25咧等於翻3/4K 啦，再俾呢一個呢個頭先講錯咗，唔係2K啊，呢度係5/4K 嚟嘅，講錯咗5/4K。咁同樣地啦，個 K 都係會約走噶啦，咁所以咧就會係個4都約走埋啦，順手。好啦，咁就會係3除5乘25，咁就會計到咧 y 係15，所以呢一個 y 咧我哋又計到啦，15嚟嘅。好啦。加埋係40嘅咯，不過佢4個答案都係大過40嘅，所以我哋都係冇辦法知道答案噶啦。再嚟啊，呢一個位置到隔離呢 part 啦，呢一 part 咧基本上同埋呢一個15咧個面積係相等嘅。嗱，呢一個位就咁講，可能抽象少少。嗱，真係用熒光筆油一油先。我講緊嘅係呢個三角形，按隻 sharp 醒啲嘅顏色啦，橙色呢個三角形。橙色熒光筆遊起嘅呢一個，同埋啱啱計到15嗰個三角形咧，個面積係一樣噶，因為佢哋嘅底咧其實都係 h 嚟噶，咁而佢哋嘅高其實就係呢個平行四邊形嘅高啦，所以呢個橙色嘅三角形咧其實都係15噶。咁最後啦，答案就係25加15加15，誒30加25即係55，係咪？冇呢個答案喎？點解咧？因為你計多咗少少嘢啊，呢一 part 咧。係個15包咗嘅，但係唔係我哋要計嗰個四邊形裏邊噶嘛？呢度係多咗出嚟噶，所以我哋淨係要計呢 part，唔要呢 part。點計？用呢個3:2去計，成嚿嘢係15，呢兩條邊係3:2。如果攞呢個3:2嘅邊做底嘅話咧，最高點就喺呢一度。嗱，重複一次啊，呢條做底嘅話，最高點喺呢度。咁所以咧，佢哋兩個三角形咧都係處於一個同高唔同底嘅狀態。佢哋會用3:2嘅比例去瓜分15嘅3:2嘅比例，即係分開5份啦。佢要3份，佢要2份，所以呢度嘅面積就係9。所以最後答案有噶啦。總共呢個四邊形劏開咗3份之後，夾埋個總面積就會係25加15再加9。答案咧係49，有呢個答案嘅 B for boy。咁所以咧嗱，條數啊做完啦。我哋最緊要記得咧，就係嗱，你預咗每年都會有一條咧呢啲面積比例嘅問題嘅。咁你其實不外乎得兩個招數可以用嘅啫嘛。第一，相似三角形嘅邊長比 square 等於面積比。所以點解我第一件事就界咗個相似三角形出嚟？因為呢個相似三角形除咗同佢相似之外，咁啱題目有俾我哋嘅面積就係佢啊嘛。其實你一定要攞佢做起點去計嘅啦。你可能有其他方法計嘅，冇所謂，但係
呢一個咧一定係優先諗咗，究竟有邊個三角形係同佢相似嘅咧？咁我選擇咗嘅方法就喺呢度界一個三角形同佢相似。你可能有其他做法㗎，不過你都個方向都係要諗相似三角形嘅。呢個記住。第二個招數就係諗嗰啲同高唔同底嘅狀態。咁呢個平行四邊形咧，佢畫埋俾我哋就好方便，因為平行四邊形裏邊咧，基本上每一條高咧都係會相等嘅，兩條線係平行㗎嘛，即係佢哋兩條線之間嘅距離維持不變。所以你喺呢個平行四邊形裏邊界好多嘅三角形咧，佢哋嗰啲高都係會相等嘅，從而就方便咗我哋計數。所以點樣諗到呢個方法出嚟？其實最主要就係兩個方向，第一，相似三角形嗰一招，同埋同高唔同底嗰一招，兩個招數去做嘅啫。好，咁解決影片就去到呢度。覺得呢類型嘅 DSE 數學科攻略係幫到手嘅話咧，咁記得訂閱呢個 channel 啦嚇。我哋下條影片再見，拜拜。